气象署表示讲，今年的寒冷会比旧年搁较寒，温度搁算是正正常的范围，雨量会较少寡，有50%的几率有反适应现象。明年的2月，中南部可能会进入大水期，所以提醒民众嘛是爱省水。 民众刮脱帽仔包条条，天气有够寒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五全台平均气温伫咧14度至16度，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石碇，敢若7.8度的气温，新竹关西嘛只有8度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冷气团拜6就会开始减弱，温度会回升，上高温可能来到27度。民众爱把握拜6礼拜好天，因为后礼拜一开始，北部、东半部水汽会增加，会开始落雨。在2号的下午开始，水汽会慢慢的增加，那到了3号、4号，水汽是变得比较多了，尤其是在宜兰这个区块呢，降雨的情形是越来越明显。 气象署预估，今年寒冷温度会比旧年的寒冷搁较寒。在正常的温度范围，雨量可能会减少，尤其是明年2月空气较干，水量会减少，而且今年冬季反适应现象的几率是50%。气象署分析过去反适应年，平均有2届至3届寒流影响台湾。今年冬季是有50%左右的机会是有机会发展出反圣婴。预测冬季的气温的话，我们认为它是以正常的几率是最高。 但是在雨量的部分，则是有从正常逐渐转为偏干的趋势。气象署回顾，今年秋季平均的温度伫咧26度点3，是73年以来上热的秋天。西北太平洋拢总有10个的风台形成，马河詹文水库到打有100%的水量，石门水库嘛有99.7的水量。虽然风台济，水量真济，不过气象署嘛要提醒民众水爱欠得用，因为明年2月台湾水汽减少，中南部有可能会进入大水期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